這條航線每週的禮拜2、禮拜5的早上8點、下午2點，分別由台南的安平跟澎湖的馬公互相的這個開航。每年的6月到8月，也配合澎湖的花火節跟台南的將軍侯等節日互相開航。那我想這樣的一個交通船可以促進兩地的這個觀光的發展。這條安平馬公航線，其實在歷史上是很早有淵源的。台南的熱蘭遮城其實就是從澎湖的公歸尾城堡搬過來的所以很早這條航線其實就存在了。那今天很高興可以再連接這雙方的鄉親跟朋友，讓澎湖跟台南府城有更多的交流。南部的人要到嘉義的話，這個路程就是一個問題，時間上比較不好安排。尤其在高雄、屏東的話，這一些的人跟旅客的話，會更好的一種選擇啦。機票很難訂都訂不到的時候，那這個樣子的話，確實是解決了一個大問題啊。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今年暑假是台南邁向海洋觀光城市的重要的時間點。安平馬公航線結合了國際旅客推薦台灣必遊之地，台南、安平以及最具代表性的海島旅遊地澎湖，串聯了2個城市之間，展開了國際跳島旅遊的觀光優勢。台南還有從將軍漁港出發前往澎湖南方4島以及鎖港的航班，這些呢都是台南特有的海上觀光路線。海上航線的開啟，那不僅是我們交通上的便捷，更有觀光的旅遊模式。那未來大家可以先來台南漫遊景點，品嘗特色小吃，吃好吃，再去搭船去澎湖享受離島的風情。這個不僅是台南的人文風情，還能夠輕鬆享受到離島的美景，一次滿足城市跟海洋的雙重體驗。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7月27號禮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台南市在2020年8月成立無人機台南隊，這嘛是全國第1支由地方政府成立的無人機隊伍。今年7月，市長黃偉哲特別率團前往波蘭、波美拉尼亞進行 AI 甲無人機的技術交流，同時嘛甲哥譚思考簽署合作。籌組機器人聯名。過去開真濟人力時間去巡查，不過在台南成立無人機台南隊以後，已經大大改觀。結合相關學研、跨局處運用在救災救援、空中執法、生態監測以及科技防疫等將近6年以來，不只保護第一線同仁的安全，工作效率嘛大大提升。那露天人上，我們知道它常常就是我們聞到味道，那不知道在哪裡，那我們需要靠我們這個無人機來去做定點的這個蒐證，然後還有一些工廠的一些空污啊、排放啊，那我們後續也會進階搭載這個微感器跟那個所謂的紅外線，然後去做夜間的蒐證。台南市是非常早就成立了無人機隊，因此呢，在這些市政的這個部分，我們陸陸續續希望有更多的。無人機能夠取代，或者是說增加人力的效率，那這部分我們會持續努力。無人機的應用不只展現台南推動智慧城市的決心，嘛讓這座文化古都注入滿滿的科技豐富力，甚至現在佮看準東歐佇無人機 AI 加智慧機器人領域的需求，所以市長委託更將台灣堅強的智慧製造甲關鍵零組件的實力，對接波蘭的市場，率領產業聯合團隊甲哥譚思考室正式簽署友好交流合作。波蘭在烏克蘭隔壁，在烏俄戰爭中間，很多的一些無人機，還有包括它的一些實戰的經驗，都有是非常珍貴寶貴的。比起紙上談兵來講，在實戰中，在戰場上才能見真章。所以呢，很多波蘭業者的寶貴經驗也都可以跟我們交流。
台南甲荷蘭的強強聯手，不只將無人機推動城市治理，更邁向新的里程碑。未來無人機的應用持續擴大，嘛將成為全方位治理城市的智慧科技利器。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迎接年底選舉，民進黨台南市東區市議員參選人陳金晶25號成立競選總部。民進黨台南市長參選人陳廷輝特別率領多位黨籍民意代表到場徛台，呼籲支持者集中選票，要來拼提名的東區兩席議員，攏會當順利當選。現場當選聲不斷，民進黨台南市東區市議員參選人陳金晶佇競選總部舉辦開幕大會。民進黨台南市長參選人陳廷輝初選時陣的對手前市議員蔡旺全、卓佩瑜，以及副議長林志典、市議員周家偉、陳怡丁，甚至參選中西北區的林建南，攏到場相挺，展現綠營地方政客力量。你嘛知影金晶其實嘛佇地方啦吼。經營真久的時間，但是今仔日是伊的競選服務處的正式成立，算是阮所有議員然後團隊的第一位啦吼，所以我相信這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炮。陳金晶長期親近基層，以專業、健康、果斷的形象，親親得到鄉親信賴。頂一屆以183票之差違反落選，這屆搶佇咧黨內第一位，成立競選總部，不只是選舉期間的工作重點，更愛成為聽地方聲音的平台。這個是社會給金鐘的一個功課了，希望我能夠做得更多更好哈所以這一段期間裡面呢，金鐘做了很多的一個社會服務、法律安全的服務、醫療的服務也幫助很多的一個弱勢的艱苦的朋友。面對年底選戰，陳金晶也提出改善交通、強化治水、推動長照服務以及協助商圈發展等政策方向，將對市民實際需求來出發，爭取東區建設資源甲福利提升。台南新聞所在採訪報道。台南應用科技大學27號舉行第13任校長交接典禮，由董事長黃基正主持監告，由考核結教授正式接任校長。柯校長表示，面對少子化甲 AI 的發展，伊將傳承學校一甲子優秀工藝精神，串聯生活美學，將基職教育的職人精神發揚光大。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經過一甲子的歲月，27號該校舉行新卸任校長交接典禮，由真有特色甲指標性的音樂會帶來精彩表演，加開序幕。並且佇各界貴賓的共同見證，由董事長黃基正主持監告，考核節教授對代理校長劉秀祥手中接下印信，正式上任，場面盛大熱鬧。我們期盼許校長與全體師生攜手同心，以穩健的步伐面對挑戰，以創新的思維開創未來。考核節教授的上任典禮，包括前立法院長王金平以及東海大學校長張國溫等貴賓攏到場，並獻上滿滿祝福，相當溫馨，成為學校持續精進的重要力量。未來，政府極力來推動、來發展的這些文化產業，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那麼，我們許校長正好有這方面的這個才能，那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他未來到我們貴校來擔任校長呢，可以說真正是適才適用。大家說對不對哈？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是全台唯一以文化創意為核心的科技大學，在生活美學、甲藝術設計等辦學攏有突出的表現。
特別伫少子化衝擊甲 AI 海應的趨勢，新任校長柯學家表示，伊職責甲首要任務就是傳承優秀的工藝甲生活美學，將技職教育的職人精神發揚光大。把過去的這種傳統的工藝跟工匠職人的精神，還有我們也是全台灣在生活美學上是一個最維持最好的一個學校。那未來呢，我們秉持這樣子的精神，能夠把台灣技職教育的職人精神，把它發揚做得更好。其實新任校長佇該校台南嘉轉年代就佇美工科擔任教職，如今閣回到母校接任校務。伊表示，不只是一份榮耀，更是一份責任甲使命。伊佇各界支持甲鼓勵，伊將持續傳承創新強化。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台南市五四中青會舉辦第16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中除了頒發優秀子女獎學金甲敬老禮金，嘛選出新一屆理監事團隊。其中，理事長吳志祥得到會員高度肯定，高票當選連任，展現宗親對着吳理事長的領導甲會務的推展，滿滿的信任甲支持。有40多檔理事會員超過100人的台南市高雄中青會舉辦第16屆第一屆會員大會，會中頒發優秀子女獎學金、敬老禮金，並討論年度會務工作計劃案。其中理事長由吳志祥高票當選連任，持續帶領中青會來發展。我已經3檔任期到，今年佫定選，然後繼續連任，然後替咱台南市這個有幸所有的宗親時代來繼續來服務。阮的中青會重點主要就是鼓勵着咱的宗親的囡仔，甲遐個時代人，甲老人安尼，大家來甲伊幫伊照顧。佫主要做一寡小的公益。咱的中青會的目的，主要就是要團結，大家團結，為咱台南市過來繼續來拍拼。會中台南市副市長江林宏、謝偉橋處首長李偉陳廷輝以及各界民意代表，無分黨派攏來到場致意，展現地方對中青會當年推動公益甲傳承文化的肯定。五成中青會除了延續宣揚祖德、教化宗親、重視倫理的傳統精神，也積極健全組織制度，透過完善會務運作，促進宗親交流，和傳統宗親文化佇現代社會持續傳承。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中嘉寬頻三冠王上主車新時代主播夏玲瑩，7月份第一提出邀請多位專業的師資聯手授課，而且佮安排實景操作，包括配音、錄影佮採訪，並且坐上主播台來報新聞。中嘉寬頻三冠王上主車新時代主播夏玲瑩第一提出2天的課程，除了邀請外面的講師，在新媒體時代教導小朋友如何運用 AI 的人工智慧，佮着人性媒體的素養，希望小朋友在2天的時間會用好好來學習。其實這2天都是每一次我們公司最具有活力的2天，但是也是我們工作同仁最頭痛的2天，因為小朋友真的是太活潑了，然後我們的年紀跟大家都有點差別，大家的體力沒有像各位這麼的好，所以也感謝大家這2天的參與哈，後面也要跟我們哥哥姐姐感謝的，就大家盡量表達。那也會有在一些什麼，你們的影片到時候也會提供給你們哈，所以有機會的話覺得好玩，可以跟你們的同學、跟你們的家長宣傳一下，明年度可以再來。
你實境操作有聲音口語的表達，甲着商業攝影的指導等。另外，還有資深的主播郭文吉，甲着陳碧春親自來指導新聞的採訪，甲着節目的訪談，面對鏡頭的表現技巧，透過角色的扮演，甲着分組的採訪訓練，提升每一位學員的自信，甲着表達的能力。在2天的時間，我想請問這一位觀眾小朋友，你有什麼感想？然後有什麼心得？還有你為什麼要來參加這個活動？我覺得這樣可以參加活動機會很難得，所以我就直接跟媽媽說，哦，那我想來參加這一次的活動。實際參加之後，我覺得這活動真的很好玩，它可以體驗，而且還可以讓我知道報道不要隨便相信，讓我得知很多新的知識，我覺得很開心。你小時候最常玩的遊戲是什麼？哦，打彈珠，我喜歡打彈珠。為什麼？因為那個是發揮團結合作，這樣好幾個要玩啊，一起玩啊，不能一個人玩啊，哈。而亞組只是安排小朋友親自坐上主播台，實際來操作攝影機，甲着幕後的設備，搭配專業的化妝師林潔宇的造型指導，完整體驗新聞製作的台前，甲着幕後，讓小朋友對看新聞提升家己來報新聞。大家好，我是楊之玉，歡迎收看7月24日星期五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2026新世代王播夏令營活動，邀請對傳播領域有興趣的台南學子一起到攝影棚。2天課程內容豐富有趣，讓參與的學員更認識媒體。感謝您收看7月24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吳一凱，我們再會。經過2天的授課，甲着實踐的過程，每一位參加營隊的小朋友攏收穫滿滿。主辦單位最後嘛一一來頒發結業證書。而這期未赴參加的小朋友，後個月8月12、13，還有另外一個體處。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暑假期間是毒品流傳的高風險期。台南市藥師公會特別在暑假期間，規劃幾啊場的社區衛教宣導活動。25號在東區的南勝里，就舉辦一場反毒特工隊，勇闖18當人百毒不侵的趣味宣導活動。咱做伙來看賣。台南市藥師公會除了宣導正確的用藥觀念，另外在反毒的宣導方面，嘛行入社區，教導長輩來認識毒品對人體的危害。25號在台南市東區的南勝里舉辦一場反毒特工隊，勇闖18當人的百毒不侵的活動，用18支厚紙板做成同人誌，打滿反毒的正確觀念，甲着錯誤的行為標語。有着民眾一邊闖關一邊耍遊戲，每過一關就大聲來發出標語的內容，加強家己反毒加防毒的意識，趣味又個富有教育的意義。一起吸毒就是陪他愛他，愛他，只遮毒品原料沒有犯法。好，回去。很好，那我們對這個反毒的活動會更深入在我們腦海裡面，讓我們更清楚的知道，這個反毒的意義。暑假期間，小朋友呢時間比較多啊，如果父母親一不留神沒有陪伴的話呢，有可能呢會誤入歧途哈，受不了這個毒品的誘惑。所以呢，也很感謝這次的里長配合我們台南市藥師公會一個宣導活動，來舉辦這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宣導，讓家長呢或是小朋友呢也要注意這個毒品的危害，以及有可能注意到說有可能的一個跡象家長要來特別留意。南勝里長王旭新表示，藥師公會近年來在社區衛教的宣導活動不斷來創新，除了常態的投影片教學，另外更加融入桌遊、趣味遊戲、甲着運動健身等多元的項目，將正確用藥甲反毒教育的題材融入去活動當中，
互每一位里面攏增加真趣味，而且閣認識真濟毒品危害的正確觀念甲着知識。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姜母鴨一向是冬天的人氣美食，不過現主時唔免等甲天氣冷，台南就已經有業者提前開賣，成為今年上早賣姜母鴨店家，而且業者閣主打夏季的優惠。不過中醫師嘛提醒，雖然熱天食姜有伊的養生道理，但是食補也是愛適量。熱騰騰的麻油與切片薑母大火快炒，再放入大塊鴨肉。另一頭的大鍋早已用小火慢燉，加入甘蔗和店家特製中藥包熬好的湯頭，最後和炒好的鴨肉合而為一，香氣四溢的薑母鴨大功告成。雖然現在天氣炎熱，但還是有不少人專程來吃薑母鴨。晚上的天氣有點涼爽了，然後所以現在就想說趕快來先吃一波。也沒有很熱，現在很涼爽，然後店裡面都有電風扇啊什麼的，都還可以，挺涼爽的。你看我現在也沒有汗啦。吹着運河晚風，配上一鍋薑母鴨，在夏天成為另類的飲食體驗。俗話說冬吃蘿蔔夏吃薑，業者首次在高溫的季節開店，生意雖然不如冬天旺，但持續營業，不僅維持店面運作，也照顧員工生計。我們是小月啊，所以呢，我們店有優惠價給顧客，內用的話一份就是199。鍾醫師表示，夏天雖然炎熱，但不少人長時間待在冷氣房，又愛喝冰飲、吃冰，容易讓脾胃受寒。因此，夏吃薑並不是進補，而是透過適量吃薑，幫助保護脾胃，維持身體平衡。我們提到的薑的一個部分，其實是它有點散寒化濕的效果。民眾如果最近發現自己常常好像覺得胃口好像變得比較差啊，或者是肚子會脹啊，全身好像很沉重等等，這樣的話，其實就是我們中醫說可能有一些寒濕濕氣，所以其實我們會建議還是在早晚天氣沒那麼熱的時候，要適當運動，流一點汗，其實這個對身體的整個代謝會更好。關於夏天如何養生，醫師推薦紫蘇、藿香和淡竹葉3種藥材泡在一起，能清熱解暑，或是按足三里、內關、陰陵泉3個穴位，可以有調理脾胃、改善暑濕造成的困重感。記者邱懷談的報道。台灣米其林指南2026名單出爐，位於漁光島魚島，才開幕無夠一冬，就摕下米其林1星、米其林綠星，甲年度開業大獎，僅3項輸贏。不止成為台南第一間米其林星級的餐廳，更加是這屆得到上濟獎項的餐廳。恭喜！魚島，台南終於破蛋啦！2026年台灣米其林指南衝出黑馬，位於漁光島的餐廳魚島成功摘下1星和綠星，還有米其林為了鼓勵過去12個月內成功開設又具創意概念料理風格的年度開業大獎，很想哭，辛苦大家了，我們會繼續努力。一開始我們來這邊的定位就是覺得想要做一個不一樣的餐廳。被受到這肯定會很開心。以白河蓮子泥打底，鋪上海膽加魚凍，淋上台南的梅子精和醬油。魚島以台灣風土為核心，透過細膩的料理技法與在地食材運用，展現獨特的餐飲文化。空間設計也與本土陶藝家、藝術家合作，讓文化、工藝、美食彼此交織。連菜單的設計，我們請楊世一老師幫我們做了剪紙的設計。整個空間跟原住民的燈飾去做一些結合，讓整體都呈現一個比較台灣的風格也讓大家甚至因為我們其實不知道評審是誰，所以我們其實都是讓所有的顧客在這裡可以體驗到台南或是台灣的美好。餐廳名稱寓意與你一座島，主廚楊博偉希望把台灣這座島嶼的故事濃縮進每一道菜中，約70%食材來自台南在地。實踐從土地到餐桌的理念，一口氣拿下3項大獎，實至名歸。記者邱懷談的報道。感謝你收看7月27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純，咱再會。
3、4、5、6、7、8。1、2、3、4、5、6、7、8。3、2、3、4、5、6。同样的事一直重複做，身體會產生記憶，成為習慣哦。7、8，我要趕快不去了。林先生，因為你的右手受到機器重壓，狀況比較危險，為了他沒有辦法完全復原。先生您好，我是職災勞工專業服務人員，因為我們有收到您的職災通報，所以來了解一下有什麼政府可以協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讓我們團隊一起繼續協助吧。那後續的職能復健服務應該會對他的復工很有幫助。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裝沒看見。我知道，你擔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對的。你不必得要力氣大，只要你願意站出來，你的力量就無比巨大。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慢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慢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我不要得腸病毒，玩具沒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衛生，腸病毒遠離我。在職業生涯馬拉松的比賽，照顧囡仔是大人，甲繼續做工課的雙重壓力，就親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氣。不要緊，補給站就佇個頭前，對外口減負擔，對內底補資源。社福職場系統優化，顧老搖囡仔同齊來做，隨時予你有夠力的資源，讓女性甲中國人者有實力再出發。阿媽你好，阮是來甲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佇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讓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